係新聞時間。再講下有關亞視不獲續牌消息。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話會繼續籌集營運資金，而亞視嘅現職員工對公司不獲續牌感到無奈，又不滿管理層未向佢哋交代。吳子文報道。收到不獲續牌嘅消息，亞視高級副總裁劉蘭昌離開公司嗰陣，只係簡單回應。其實仲有1年嘛。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話：現階段最重要係籌集資金同埋照顧好員工。3月嘅薪金就聽日可以發放啦。咁啊，我哋都而家知道，可能我哋4月嘅薪金都有一啲嘅頭緒可以係解決到嘅，可以增加公司收入嘅方法，我哋都會去考慮啦。包括我哋頻道啦、出租啦，或者時段出租啦，同各方面嘅合作啦。就算被拖糧，但係都留守到最後嘅員工就不滿公司一直都冇交代。其實今日都係透過電視咁樣知道決定唔續牌俾亞洲電視，咁都係公司都冇咩宣佈嘅事，即係同我哋員工講。咁而家其實都即係有啲迷惘嘅。新聞部副採訪主任陳國陽話：聽到消息難免失望，但亦都會欣然接受，希望公司盡快公佈未來嘅安排。有線電視記者吳子文報道。有前亞視高層對當局決定感可惜，但係都相信大部分人都認同唔續牌決定。即係香港電視業發展咗咁耐呢嚟講呢，佢作為其中嘅一個要員呢，其實係應該係將嗰個行業呢係向前咁推，令到佢呢同埋佢裏邊嘅人能夠有好好嘅發揮。呢樣嘢呢喺近年來亞視係做唔到嘅。即係如果你問好多嘅香港人呢，可能都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較公平嘅決定啦。一個電視台真係喺香港50幾年，突然之間今日會冇咗咁，我相信全香港嘅市民啊、亞視嘅基本觀眾啊，或者係我哋曾經營運過、管理過呢個電視台咧，我諗我哋都係唔想見到呢個局面嘅。亞洲電視嘅前身係麗的，係香港同華人社會嘅首間電視台。最輝煌咧係80年代，轉虧為盈，曾經製作多套嘅經典劇，迫使到無線腰斬節目。到咗近年，亞視不斷出現財困欠薪，經歷58年，最終不獲續牌。由陳婉婷講下。感謝天，感謝地，感謝命運，讓我們相遇。5年前，王晶以主人家姿態主持儀式，宣布收購超過50%嘅亞視股份。佢當時話有一個夢想，做成亞洲的 CNN， 全世界對亞洲感興趣的人，每天都會收看 ATV， 打造一個代表香港良心的電視台。過咗半年，王晶手上只係得可換股債券，做唔到大股東。我義工做到現在了，我對這種大股東、小股東不但沒興趣，而且厭惡。咁最後佢嘅遠房親戚黃炳君獲廣管局批准入主成為亞視大股東。王晶否認喺背後操控黃炳君，又繼續以義工身份出席亞視大大小小嘅活動。不過佢喺亞視嘅角色一直備受質疑。2011年，亞視新聞受高層指使誤報江澤民死訊。你們看亞視的新聞吧，我也是看電視才知道這個消息的。同王晶先生係無關嘅。今次誤報事件，亞洲電視受到一個好慘痛嘅教訓。喺呢度，我想向香港市民、向江澤民先生講一聲道歉。事後新聞部高層請辭，亞視被廣管局重罰30萬。事件亦都揭發王晶干預亞視日常運作，令亞視再被罰款100萬。亞視嘅管理層還得㗎，亞視嘅新聞部仲還得㗎。新聞公信力大受影響，僅餘嘅自製節目好似係 ATV 焦點，亦都被指內容偏頗，亞視再一次被罰款。10部不可不看嘅經典劇集。近年已經冇乜自製節目，每日不斷重播劇集，甚至係30年前嘅亞姐選舉、烹飪節目，收視長期單位數，甚至出現多個零收視。但係管理層對亞視仍然充滿信心。喺過往咁多風風雨雨嘅日子之下，佢都係立壓不倒，號稱奇蹟。亞洲電視係得嘅。
呢個長期處於劣勢嘅電視台，58年前係香港第一個電視台。呢處係龍翔道嘅麗的呼聲電視大廈。開台嘅時候係收費電視，特英語頻道，租戶亦只得600幾個。無線電視，舊年喺海運大廈。10年之後，無線電視啟播，逼到麗的要轉型改做免費電視，但都扭轉唔到弱勢。麗的之後反擊，一晚連推3劇，先後有《天蠶變》、獨自在山坡，高處未算高，河水彎又彎，大地恩情等經典劇，收視節節上升，逼到無線腰斬劇集。1982年，麗的易手改名做亞洲電視，進入已故商人邱德根年代。佢出名慳，亦都係唯一一個令亞視賺錢嘅老闆。黃金時期維持咗幾年，亞視再次面對考驗。87年亞視4級大火，廠房受波及，節目要中斷。當時嘅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席邵逸夫借地方俾亞視緊急運作，當日5間新聞繼續準時播出。90年代亞視再開創先河，推出清談資訊娛樂節目《龍門陣》，今日睇真啲，尋找他鄉的故事，一推出對手就仿效。呢個6四善忘症，大家扮唔記得，咁但係冇得唔記得嘅。6四事件5週年前夕，觸發6君子事件，亞視管理層臨時抽起一套6四紀錄片，6個新聞部高層辭職，引起極大迴響。佢嘅一講就講出嚟，呢樣嘢冇乜新聞價值啊！呢樣嘢佢講英文 not worth it。咁樣我覺得係侵犯咗我哋自己，我哋嗰個編輯嘅自由。58年嚟經歷風風雨雨，由邱德根到林百欣，到回歸之後，劉長樂、鳳小平、吳征、陳永琪、查茂星先後入主。09年台灣商人蔡顯明入股亞視，1年之後王征出現，股東爭拗自此冇停過。財困欠薪亦都經常聽到。去到舊年年底，股東拒絕注資，警號再次響起。亞洲電視喺呢個時間呢，依然係去到一個最後嘅關頭啦。每一個人都係被逼發出一個最後嘅敲聲。員工出唔足糧，就連排費都一拖再拖，到限期前一刻先至送到通訊局。我哋嘅信心亦都唔係憑住一個空想，一個免費嘅電視牌照。咁我相信係好吸引嘅。雖然曾經有買家接洽，但係最終都係改變唔到亞視嘅命運。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婷報道。亞視賣盤仲有一段插曲㗎，就係亞視尋日突然傳出由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接手，但係港視今朝早作出澄清同埋否認。亞視話係單方面意向，執行董事葉家寶又否認，尋日嘅聲明係發放假消息。鄭永盈報導。香港電視網絡朝早7點發出澄清公告，話董事會已經同喺外地休假嘅王維基查詢，確認佢曾經喺3月26號同亞視主要投資者王征會面，就有關點樣協助亞視繼續營運、延續本地免費電視牌照討論初步想法。但係王維基並冇代表自己或者港視同任何人就亞視交易達成任何協議或者原則上嘅約定。葉生，亞視係咪發假嘅聲明？當然唔可以話係假聲明啦。我哋琴日嗰個聲明一路都講，我哋係接受王維基嘅條件，咁樣淨係講到呢一度啫。咁樣去之前，大家到底傾咗啲咩嘢，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嘅。個聲明排問題啊，你哋係咪都係想擺王維基上台喎？話你哋？當然唔會啦。而高級副總裁劉蘭昌朝早就解釋，亞視尋日嘅聲明係單方面發出㗎。琴日嗰度淨係講到亞視有咁嘅意向賣俾王維基。會唔會擔心即係亞視新聞嘅公信力又再受到影響？唔擔心，一啲都唔擔心。因為呢個嗱，你大家知道新聞一定係要搶啦。有線電視記者鄭永盈報導。
亞視尋晚嘅交易聲明傳出之後，香港電視股價喺美國交易時段急升近2成6。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認為，證監會應該展開調查。證監會話暫時唔評論個別事件。